来看较轻松的新闻，这个外送人员、业务人员，逐工伫外口咧走呢，这机车、乌托邦顶是重要的承载工具。伫台中的代理有一个外送人员有够厉害，伊将这个乌托邦改甲真舒适，唔来使放物件、放水果，歹，会说讲这个。佫会使拼，民众讲看了真佩服。这个大哥讲伊警察学校退休后，无代志就会出来走，讲安尼较袂忝。骑电动机车准备出去走单，不过详细看，这台电动机车和一般外送员的车无共款。这台电动机车外送大箱仔用铁架固定，卡踏板搁放一个插头箱仔，拍开会当放餐，两边搁有延伸出来空间。另外边啊有条啊，防止车会倒去。会当拿来取餐时呢，放安尼，会当遮阳啊。 搁有规台车上特别的，就是用插座的椅仔，搁加一个椅柱，好骑车时亲像倒伫碰椅，安怎骑都袂忝。这个装备拢是这位外送员家己设计的。我感觉讲退休没事做吼，个用赚起来外快呢，自己就喜欢动啦。我自己也是有一点水电的基础啦，看着较袂遐疲累啊，是安怎？ 加到真侪装备的外送员大哥讲，伊原本是警校教官，退休了后倒来走外送，一走就走3年外，而且一天固定会当走30单。伫走单的过程当中，豆豆增加配备，替家己打造骑规工送单拢袂忝的电动机车，看到的民众嘛拢真懊恼，阁有人家翕相铺上网。 大部分民众替外送员大哥标装备，引起网友热烈讨论。这样的装备是很棒的。看个人吧，因为有些人的那个车装的配备是看个人习惯啊。不方便，因为就觉得它的那个装备太多，我们在使用不方便啊。其他的外送员看到了后，有人感觉真厉害，嘛有人感觉真无方便。不过大部分的外送员拢会根据家己骑车的惯势，加到好用的装备。只是这个用真侪装备的外送员大哥，虽然只是退休了后加减来送，不过这种责任精神嘛，互真侪人拢感觉真佩服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